台积电伫高雄试生产的第一批12寸2奈米的晶圆顺利来产出。台积电特别打造晶片送予高雄市政府，讲这块晶片有先机、有创头诗，每一句诗的第一个字组合起来，都是大南方新十国。市长陈其迈讲，这显示高雄产业转型的成果。在伫咧玻璃橱内底晶圆有电火咧烧，啥人注目，斟酌甲看。顶面除了市府含台积电标志，为顶面向下面看落去，写大南方新石股，正就是创头诗。赠送的第一片的2奈米先进制程12寸晶圆的晶片，有长头诗之外，各位其实还可以再看得更仔细一点哦，里面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刻的一些奈米级的这个有线路啦。台积电高雄 F22厂试生产的头一批12寸2奈米晶圆，在大家5忙之下顺利做出来。台积电特别打造这一块代表高雄正式行入先进制程新纪元的纪念晶圆，送予到建设的高雄市府。如果是5座厂，大概6、7千人左右的工作机会。那间接。那因为包括供应链的厂商、周边的服务等，也大概会有6万人的工作的这个机会。那这个也代表高雄城市转型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有教会的晶圆，如今放伫咧高雄市府1楼大厅，向民众注目，嘛代表为东工业城市慢慢走向半导体核心基地的重要抗战。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